X 心理學 X-Psych Lab 心靈干涉室實驗1：思想的下墜觀測。目的：體驗思想的重力，理解為何有些念頭會自然往下沉，變得越來越真實，而另一些則會漂浮，難以持續。所需：安靜環境、坐姿、可靠牆或椅背、手機計時器。步驟：閉上眼，設定90秒計時。想一個輕的念頭，如天空很藍或風是涼的，感受它在意識中是如何漂浮的，注意它是否容易消散，然後換成一個重的念頭，如我必須改變某件事。注意你的呼吸，胸口或腹部是否微微往下墜，感受它如何抓住你的注意力。嘗試在兩種念頭之間切換幾次，觀察你的身體重心、呼吸深度，甚至姿勢的變化。注意切換的難易程度。當計時結束後，睜眼記下，哪種念頭更容易留在你心裏？哪種更容易散開？身體有什麼具體感受？結果觀察。下墜感，若你感到胸口或腹部有下墜的感覺，那是心理重力的投影。停留差異，若你覺得輕念頭難以停留，表示你的意識重心偏向高密度的思想層。自由切換，若兩種念頭能自由切換，你的心靈重力場相對平衡。進階練習，嘗試為不同類型的念頭稱重。過去的悔恨，未來的擔憂，當下的感知，抽象的概念。你會發現，與時間和自我相關的念頭最重，與當下和普遍事物相關的念頭最輕。理論對應，在 X 心理學中，思想的重力來自第五空間對語義密度的回拉。每個念頭都具有語義質量，質量越大，意圖越強，關聯越多，其在心靈場中的重力越強，因此會向下拉動意識，形成心理引力井。輕念頭則只在意識表面漂浮，難以形成立體波。